你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城市走婚俱乐部？你怎么知道？每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都知道这个。第一，要有创意的求婚；第二，隔离式交往；第三，专情测试；第四，要会唱爱在所有的歌，而且拉丁舞一定要跳得比我好。第五，每个人都会审美疲劳。如果我对他没有感情的时候，他要允许我有一个情人。我要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身上，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。如果没有情感，何为艺术？当然，我是一个有节操的女人，我绝对不会跟他们上床。第六，我有很多闺蜜，可是她们都是 gay， 所以我的老公要允许我单独跟他们出去旅行，或者是睡在一起，但不许吃醋。Hello， Adele， 亲爱的，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，一个行为艺术家把他的睾丸钉在了广场上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不允许我们同性恋结婚的话，你会不会把你的乳房也挂在城门楼子上啊？我的乳房和城门有什么关系啊？那睾丸和广场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要跟他说笑。来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闺蜜 I'm Kobe。科比，你好，我叫雷闪闪。你叫雷闪闪呐？我跟你说，闪这个字儿，我从小就叫小闪，抠鼻小闪。哎呀，闪。停！好听啊！我们一块儿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做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裸泳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洗澡，互相擦屁屁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介绍男朋友，我们可以睡在一起。But no sex。你们两个的关系实在太让人羡慕了。你看，亲爱的，昨天我买的戒指好不好看呀？哟，骚的你啊！回头啊，给你屁屁上画一个骷髅，好不好啊？昨天晚上做了几张面膜啊，皮肤这么好。你说呢，亲爱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。你们知道王老师去哪儿了吗？王老师？谁是王老师啊？谢谢，谢谢啊。突然来找你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？无事不登门，登门必有事。其实，就算您不找我的话，我找机会也想跟您聊聊。看来咱俩是心有灵犀了，算是吧。那个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，您这闪闪到底是什么想法？问得这么直接，看来你对我和闪闪之间的事情是有所了解的。你就是闪闪传说中的男闺蜜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我们俩是哥们儿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和闪闪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友谊这么简单。小伙子，听我一句话，你要把握这机会，不要等到哪天你们俩真的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之后，可就晚了，懂吗？人呢？转院了，今天早上刚走的。转院了。护士，您知道他转哪儿去了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王老师，您不喜欢闪闪吗？有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感情的事情，不是那么绝对的。我和闪闪之间的感情，说起来有点复杂，所以我的心情很纠结。那您不觉得您这么做对闪闪是不公平的吗？你说的很对，但是在闪闪面前，我只当他坏人。你要辞职？
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冬眠不接电话，你又要辞职？啊，不，这件事儿跟冬眠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主要是我老公他不太想让我出来工作，所以我得考虑他的感受。好吧，既然我留，你也非要走，想回来的话，再给我打电话。谢谢戚总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戚总，我有些话我想对你说。你知道冬眠他离过一次婚，其实他对婚姻的那种不安全感，也并不是全部来自于他上一次婚姻，还有很多。冬眠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里，所以他的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的。他做的很多的事情，都是为了给内心寻找一个安宁的地方。我懂。去反悔。珊珊，电话，快接！电话，可风的电话，再慢点，慢点。